1年前，量子爸爸都有喺影片裏邊提及過赤馬紅羊。留意到近期好多人都講九運啊，咁究竟有邊啲人會當災呢？又九運同香港有啲咩關係？等量子爸爸扮下專家講解下。我哋回顧下2025年至到而家，香港同埋全球發生過啲乜嘢比較大嘅新聞？譬如2025年1月8日，美國加州山火。量子爸爸就唔詳盡咁樣講啦，大家可以留意熒光幕睇下有邊啲大事發生。最令香港人深刻嘅當然就係香港大埔雲福苑火災啦。對於以上新聞，如果大家懂玄學嘅話呢，就唔會覺得出奇，因為全部都係九運嘅特徵。除咗九運，仲有連續3年火旺嘅流年，當中包括赤馬紅羊。不過如果大家係冇玄學根底嘅話呢，就唔會明我究竟講緊乜嘢嘅。所以嚟緊呢，量子爸爸呢就會為大家簡短講解下乜嘢叫做九運，乜嘢叫做赤馬紅羊，究竟邊啲人係危機會最大呢？又如何減低災禍？何謂九運？我哋中國古偉人將每180年平均分成9份，每份統管20年，份亦都稱為運，所以產生1至9運。例如1984年至到2003年係7運，2004年至到2023年係8運，2024年至到2043年係9運。我哋而家就喺九運裏邊。運即係天時，八運屬土，又係八吉星，利土地發展、地產、醫藥，所以喺呢20年裏邊，樓市土地買賣大旺。九運屬火，喺南方為利卦，正象利中女，虛幻不實，如人工智能。而電又為火，所以亦利電動車等。九紫星副將主是非、血光、戰爭、火災。簡單講，九運唔利嘅因素呢，就係火災、戰爭、欺騙。大家可以留意下2024年開始，以上嘅特徵係咪更為突出呢？何謂赤馬紅羊？依據中國曆法，2026年係丙午年，2027年係丁未年。以玄學五行金水木火土嘅角度，丙係陽火，丁午為陰火，未係夏末火，所以2026年及2027年都屬於五行火旺嘅一年。而午為馬年，未係羊年，赤同埋紅色都屬於火性，故名赤馬紅羊。又其實2025年乙巳年，乙係木，巳係火，木生火，所以2025年都係火旺嘅一年。喺九運裏邊係唔應該被忽視嘅。結果呢，大家就見到前面提及過不幸嘅新聞發生啦。通常去到呢一啲位呢，總會有啲懶係科學嘅人會話年年都有火災噶啦，關咩事？然後就標籤神棍之類。對於呢啲迷信科學嘅人呢，本身就唔科學嘅。科學本來就係人類觀察到地球乃至宇宙，通過邏輯思考、推敲原因、引申理論基礎，進行重複實驗引證，建立數據，最後公式化、規範化。量子爸爸都係讀 science 嘅，我之所以會研究玄學，其實係好偶然，因為我喺幼年嘅時候，親人揾師傅去幫我批八字，當時就錄咗一盒錄音帶，好讓我長大之後去到合適嘅年齡先至聽翻，唔聽就由自可，一聽就發現呢，師傅大部分都批中。當時我中學都未畢業，就係咁就令到我對玄學產生好奇。點解命有得計嘅呢？亦都可以算得準，因此呢，就成就咗自己幾十年嚟不斷對玄學探究同埋做實驗，以我自己實踐嘅經驗啦，同埋引證玄學即算命、風水、掌相、卜卦，基本有7至8成左右係準確嘅。至於點解會有2成誤差，呢度就省略啦，因為唔係呢一集嘅主題。世界上冇100% 嘅真神算，只係喺推測裏邊剛巧某一啲信號特別明顯，幾乎係必中嘅驗證。依師傅一講中喎，然後就當神咁拜。
量子爸爸講玄學有自己一套風格，就係理性科學探究，即係中就中，唔中就唔中，唔係輸贏嘅問題，唔係面嘅問題，而係真確咁樣對待玄學嘅態度。玄學數據可以參考，有佢嘅準程度，不過亦有其他嘅因素會影響數據，日後再講。大家最想知嘅就係究竟邊啲人會當災呢？本身火土旺嘅人，本身忌火嘅人，我哋可以喺以下嘅方面觀察到：一、命盤，例如八字、紫微斗數等；二、長相；三、性格；四、職業；五、環境。解釋邊啲人當災之前呢，首先了解一下人生災禍嘅原理。何謂命運、天時、地利、人和？唔知大家有冇種過植物，尤其係落田種菜，唔同品種嘅植物咧都有佢自己適種嘅時間嘅。另外，雖然係同一品種嘅種子，但係每一粒種子咧，佢嘅質素都係唔相同嘅。由種子發芽、生長茁壯、凋謝毀亡，盡管佢哋處於相同嘅環境同埋天氣因素，都各自有不盡相同嘅歷程。呢個過程就好比唔同人嘅人生命運，人生命運係先天嘅，信有命運就必須要先明因果。今生嘅命運必然係過去生中嘅業所產生嘅因，而導致今生。點解唔係大富命？點解自己總係遇到貴人嘅呢？點解呢一生人都係咁倒霉？點解老豆唔係首富？假如果唔信因果嘅話呢，人同石頭係冇分別嘅，就無法解釋人點解會有意識。你係香港人，又唔係非洲人呢？而世界上有好多案例咧，都證明咗人係有輪迴嘅現象嘅。但影片內容有限啦，量子爸爸就唔盡說啦。大家可以自己上網搜尋一下，唔同種族嘅人類都存在輪迴嘅實例。而我哋今生嘅修為咧，就造成來生嘅果報。以上講嘅係人點解有唔同嘅命運，正因為各人都經歷因果，所以就可以化成象同埋數嚟推算命運，即係算命。嚟到呢度呢，可能有網友已經開始唔耐煩啦，覺得量子爸爸又喺度吹水，仲要係長氣兼離地咁樣吹水。如果各位係信命嘅話呢，就請認真聽下量子爸爸所講嘅嘢。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呢個年代嘅小朋友或者自己嘅子女，好多都喜歡睇短視頻。唔單止子女，可能自己都係咁。點解呢？因為人類嘅貪嗔痴欲越嚟越重，我哋嘅貪念越嚟越多，亦越嚟越複雜，所以接收信息咧要快，唔能夠等。連一套40集嘅劇追，最好都濃縮到1至2小時內講完，然後好讓自己再追求下一個貪欲，否則浪費時間。前人比較單純，所以崇尚自然。去到香港60、70年代，我哋嘅貪欲就越嚟越擴展擴張，所以先出現收音機，再出現黑白電視機。當年嘅電視劇內容人情味濃厚，例如粵語長片講嘅大多都係悲劇，描寫人物如何守望相助，大家如何堅守正念，例如黃飛鴻。電視劇、電影都負起道德嘅教育傳播同埋社會責任。然後當我哋嘅貪欲開始變得複雜，就成就咗彩色電視，對生活質素有要求，亦開始產生爾虞我詐。本來跟鄰里感情深厚，逐漸變得落閘防備，甚至有新鄰居搬嚟，都只不過係陌路人。同時因貪欲增強，電腦、遊戲機、互聯網亦相繼出現，而電影同埋電視劇開始出現許多勾心鬥角、家破人亡、喪盡天良嘅劇本。呢個時候人嘅道德同埋社會風氣仍然係未至於容許血濺熒幕、滿天粗言穢語。嚟到今日，大家又認為如何？係自由定係放縱？所以呢一個年代對住太太爆粗啊，都係冇咩大不了嘅事。教子女呢，都係要互相問候。玩 game 啊，要腥風血雨
VR 先至夠真實，係我保守、傳統、迂腐，定還是人性嘅質變差咗呢？以上看似廢話，但其實就解釋到點解現今人類正處於第三次世界大戰嘅邊緣。正正就係因為人嘅貪嗔癡變得無窮，人嘅道德亦都每況愈下，所以人就變得暴戾、無情、無理，難以分辨是非。戰爭又點樣唔會發生呢？以上人類嘅行為必造成人類嘅共業，而我哋就可能難以逃過災禍。或者我哋科學觀咁樣講啦，將核輻水倒喺大海，遭殃嘅都係人類自己。碳排放越多，溫室效應就越大，都係人類自己一手造成。以上係明顯可見嘅共業，唔明顯可見嘅就係例如天災、強地震、山火大爆發、水災、旱災、雪災，可以講係天譴，亦都可以講係人類自招嘅惡果。以上我講解嘅係共業，亦都可以話叫做天時。人有先天嘅命運，要面對共業嘅天時，更要面對環境嘅地理。點解你生於香港，唔係非洲，又唔係歐洲？假如你喺歐洲出世，你覺得你嘅人生會唔會唔同呢？當大家認真想嘅時候，應該會諗到，就算同一命運，只要環境唔同，盡管命運嘅趨勢係相同，但係歷程嘅幅度亦都唔會相同。譬如講，你天生係富貴命，你喺香港出世，可以有幾棟樓幾部車，但如果喺非洲出世，你敢唔敢講同樣可以有幾棟樓幾部車呢？以上講嘅就叫做地理。命運、天時、地理、人和都會直接影響你嘅一生。咁赤馬紅羊點解會對火土人或者忌火嘅人最為不利呢？又點樣先至知道自己究竟係咪火土旺或者忌火呢？想知道詳盡嘅解釋，大家可以加會員。量子爸爸會詳盡講解內容，希望大家支持。點解要收費？始終呢啲都係較為專業嘅知識，而日後我亦都會不斷推出關於玄學嘅教程同埋內容，都需要花大量嘅時間。希望大家就當買張報紙支持下，篇幅有限，下集再續，拜拜。